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家人市长的罢免案，昨来投票，结果是罢免失败。市长邵国良早起接受到访问是真感叹，伊讲这个家人，讲这个市民，大家拢忝咯，无希望阁有任何的冲突。邵国良讲，未来2年，伊会吸收各界的意见，继续来努力。我们都觉得，对于基隆来说，已经很疲倦了，已经很累了。我们不希望基隆再有任何的冲突。就如同我讲的，我希望基隆是一个有爱的城市。听讲后一回访罢免的对象是家人市议长董主委，邵国良帮心肝讲，家人变甲戏热了下，这句话袂输嘛是伊的心声。拍完选战隔两天，以前拿小西装受访问，虽然看起来忝忝嘛，嘛感觉平平心情有透放真多。我们不希望说民众对立啊，因为大家撇开政治以外的话，其实大家都是生活在基隆的，我们一起互相的砥砺，互相的努力。谢国良市长这次惊险过关，低空掠过，挺过了罢免危机。但是2024年的他已经比2022年的他少了1万票。如果我是国民党，这个选举结果也许可以微笑，但是恐怕无法大笑。这边家人市长罢免案，家人市民都同意罢免的有10万多票，超占4成4；都无同意罢免的有8万多票，超占5成5。无同意罢免比同意罢免的多。特别注意的是，这边同意罢免离罢免门槛敢若相差7066票。对我们来说，是一个时时警惕、提醒的一个最重要的民意的展现，以各界给我们的这些意见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，在于2025年以及2026年。邵国良成功镇压这边的罢免案，那大兴会甲罢免的团体联络，交流市情意见，做代志卖搁甲定情表示。不过说落来2年，敢会互市民感满意咧？大家拢徛关山，静看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